卡尔文森号航母那可是被中国侦察机拔了个精光。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在菲律宾以东海区结束与日本、法国的联合军演之后，于2月24号抵达了冲绳附近的海域活动，但是遭到了中国4组不同型号的侦察机的轮番抵近问候。综合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以及日本防卫省的公告，中国侦察机展开了下列一系列的侦察行动。在2月24号，解放军的2架飞机，一架是运9电子侦察机，另外一架呢是运9反潜巡逻机，飞越宫古岛海峡之后，进入了琉球群岛以东的空域，抵近了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。运9电子侦察机凭借其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，可以精确地收集信号情报。它将雷达波、电子频谱等数据尽数的收入囊中，为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撑。而运9反潜机呢，搭载有先进的声呐和磁翼探测仪，穿越宫古海峡，当然主要是搜索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中的水下幽灵核潜艇。2架运9平台相互配合，是为了搞清楚这支航母编队的所有水下、水上的舰艇的动态。运9侦察机和运9反潜机拿到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的动态情况，这才是第一步。在获得初步情报的基础之上，2月26号，中国的 BZK-005 侦察无人机和攻击2察打一体无人机又再次抵近了美军的航母编队。美媒认为 BZK-005 机身搭载的6组毫米波雷达构成复眼系统，连航母升降机上没有固定牢靠的导弹挂架都能够分辨出来，其机腹下有可能还有量子通信吊舱。采用的量子纠缠动态密钥技术，能在每秒生成超过 1.2万组加密信号，即便遭遇到每秒50万频次的电磁跳频干扰，仍能安全保密地回传数据。而攻击2无人机则凭借纳米级的磁控建设工艺打造的复合曲波图层，能将雷达波散射截面积压缩到 0.0008 平方米，隐身能力那是相当的惊人。有日本海上自卫队雷达操作员惊呼，监控屏上的信号波动如同台风天里面一群飞行的海鸥。更绝的是，这一次 BZK-005 还与攻击2进行了战术配合，以双机8字形飞行的方式绕飞了美国的航母，使美军护航舰艇的相控阵雷达陷入了两难困境。而且双机始终保持与卡尔文森号5到8海里的距离，既卡在了标准6导弹最小射程的盲区，又迫使伯克级驱逐舰的雷达在火控搜索模式之下频繁的切换。据日本朝日新闻披露，仅4小时内，美军雷达系统就产生超过900次虚警的信号。美军一再夸口，所有的胡塞无人机都被美军航母护航编队中的舰艇给击落了。但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和战术，岂是胡塞的简易无人机能够相提并论的？解放军才小试牛刀，就让美军航母编队防不胜防，苦不堪言。中国有了这些大型无人机和高性能无人侦察机的精准情报支撑，还何愁在战时我们的东风导弹找不到美国的航母？这次中国侦察机的行动说明，我们的反航母战术已经从情报侦察、跟踪监视、精准定位、导弹打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严密的作战体系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宇飞评论，下一期再见。